你若空人着空理无，即个社会人，要讲空理是对，你像过去迄个叶教授迄叶教授，你相信电视台无？足侪迄个名嘴，你真正坐伫遐迄个个名嘴咧舆论咧名嘴，啊，你讲到对死讲到哇对唔对咧评啊对，哦，这大说讲，咱边讲讲，但是伊就是一个叶教授。啊，讲一定伊啊，一定伊听上，但是伊讲到尾会出来。伊讲伊嘛是去随咧讲公理，讲较济公理，但是伊咧喙嘛是吃肉，哦，嘛是吃肉，但是咱有智慧无？所以伊就是叫做空谈，迄嘛叫做口头禅，迄伊写咧讲名，但是怎样做？如果今日咱收金黄金，若收到惊讲一个喙名。咱嘛真正无生根落去，那嘛是一个主动。所以咱可以这场当中一点清晰的思考，咱可以不里边讲一个，但是我嘛就是是啊，今年内底这个问题可能对我形成应用不变，气候哪样？啊，这嘛是有迄个哦，有迄个实在上天互你除了讲，但是我你讲好歹，但是那依靠是无，咱无爱去试吼，所以呢，家己忏悔吼，所以这个是既然有机会了嘛，然后往前走吼，不要怕，可能踏踏实地哦，如果今日咱若行公道，咱拄着歪路，咱若踏踏实地，咱拄着歪路，可能咱就倒啦吼，所以就是讲讲到空理啊，嘛是爱叫你事实的事实，哦，也唔空调接受。而空理虽然是空理，但是爱伫思想上的事实去做，但是伫思想上嘛袂使有执着，安尼讲有意思。虽然讲今日道理是卡的，但是思想上就是有诶物件，但是你思想上有诶物件，你爱去讲。啊，就去掉思想上的执着，执着，哦，这道理这是无咱分做吼，所以袂使哦，这个主想来绑掉的，哦，所以咱我了解这个代志吼。除了咱若今日若无真正是清洁到哦，咱的这个空性物件啦吼，我定思想。发展思想，方面思想，咱若真正有这空，咱真正拄着观念，咱就真正动袂了吼。所以，咱想到这个固定思想，离开着固定思想，无，咱若无离开固定思想，这个清分啦吼，啊，咱叫做清，但是咱无通过这个这个清分，证明着固定思想，哦，这个叫。咱个时阵迄个福德，迄个原用伊修无法世内底当中，一定有真正比了真清的功夫伫内底啊。所以我这思想无可见即个理想的功夫啊，咱福德早已经成就，伊早就成就了吼。是故菩萨应为一切相啦吼，所以伫即当中呢，因为原用啦吼，一切相因无事相。是故就讲，伊无满足思想，无满足，无法执，无方执，统统来远离，离一切相，毋是叫你偏空到一边，而叫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叫你发这个心，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能自相，发出正定正觉。但是诚心爱上有福德，而且法门无量誓学，哦，这个下众生无量誓愿度的这个功夫啦吼。所以呢，上有福德下众生必须爱入道，自道也去度他，但是修着了正定正觉，不用自色生心，不用自相向义相生心。咱我代替讲过吼。不自色生心，你要达到无自色，离一切诸相，你一定要不自色，这种包括六根内底，包括六根内底，
甲五禽五禽无禽属，色有分为三种，安怎讲法？用这可以见可以对，这色，可以对不可以见的色，不可以见与不可以对的色，可见可对，这两种就难讲啦吼。如着咱的身躯，咱的家帮北部一级着三合内底，所有的内底当中，凡所有上的物件，拢总有看到的物件，拢总可对可见，这物件叫色。包括咱桌顶，包括黑板，包括咱电脑，包括咱内底所有物件，这拢叫做哪？拢叫做可见可对。但是可对不可见的色，就是包括声、香、味、触这四项。声就是哪有听声，